来看回答北市科技案，T 17、18土地超卖好势，台北市府要求新公证书伫咧10月20日正正爱回应。若新公证书是想要直接和回答直接，台北市府也表明无可能。新公证书若市府有准备别地土地要互回答境。回答本来想要伫台北市北市区的 T 17、T 18基地设台湾总部，不过因为这两块地即卖地上还是新公认收，台北市府间新收即卖条件抑阁讲袂好势。团讲新收已经甲市府谈达愿意协议解约，希望市府会当支持新收甲回答直接谈，强调袂替市府甲纳税人一仙钱。回答根本不可能直接把钱汇给新硕一个标的物。他不可能付给这一个新硕一笔钱，又跟市政府签呢，又要付给市政府一笔钱，这个在回答大概有他的困难。李四川讲，即马是也未收到新收的回函，但是头前的 MOU 正清楚，回答希望对高单位是市府，由市府收回土地，新收解约的条件只要保护市府，向第三方的律师公会或者是国技师公会审查鉴定了后，若合理就会保护议会，若进行了顺利就能解决问题。但是也强调有其他的备案，尽全力甲回答留伫咧台北市。当然，其余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也都会做准备。那容我大概这个稍微保密一下，我们选择的地绝对会跟比 T 17、18加起来大。台北市政府进前讲，回答所提出的时限是10月24，若是到24新收拢无提出条件，市府就会建立备案停书，提供 T 17、18以外土地予回答境，像 T 12甲上南营区拢是备案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